行政院今仔日通过人性特别预算，编2360亿，要来普发现金1万块。那准立法院10月初就审议通过，上紧10月底就当来发。美国一个网红 Charlie Kirk 支持共和党，甲川普也支持人民有请，所以互开枪单次，川普是下令逼供降半期4天来挨刀。法国的新总理上任头一天，虽然领到全国25万人的反政府示威，佮爆发警民冲突，有300个人去互逮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阿准。咱今日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行政院伫今仔日是通过润性特别预算，有编2360亿，要来普发现金1万块。那准立法院伫咧10月初就通过审议，上紧10月底会当来发。这对象是无排除好野人，也包含着有户籍的国民，甲摕着永久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嘛有派去到外国的政府机关人员等等，拢总会当来领。而且是比较着前年普发现金6000块时阵，会当选择要直接汇入去口座内底，也是去邮局 ATM 来领，买当由当地人名簿做一届统一来还货。务必要在特别预算公布1个月内启动现金发放的程序，来使全民能够受惠。普发现金1万，上紧10月后半个月就当领到啊！因应美国对顶关税的冲击，行政院会再去通过润性特别预算案，要送立法院来审议，其中就编列2360亿，是普发现金的发放经费。财政部也正和数发部来整备相关的系统，并且积极的规划宣导，还有客服以及款项拨付清算等等执行作业。目前行政院规划包括国内现有户籍的国民、摕到居留许可的无户籍国民、摕到永久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外国人是咱国国民的配偶，而且摕到居留许可。各有政府机关因公派驻国外人员，含伊有国籍的眷属，拢符合普发现金的资格。行政院拍板通过韧性特别预算案，其中就包含了普发现金，要比照2023年的发放方式，你家旁边的 ATM 就可以领。看过去2008年的金融起高龄，今年年初是发放3600块的消费券，一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政府推出进行3倍券，搁有2021年疫情3级警戒，各加推出5倍券。2023年是普发现金6000块，这摆暗算采取登记入校 ATM 领现金、直接入校邮局领现金，含注册来发放5大方式。用主计总处 GDP 的评检指数去评检以后，我们估计今年普发现金对于 GDP 的贡献大概0.415个百分点。经济部长景明欣嘛强调，照2023年普发6000块的经验来推算，普发1万块应该会使刺激经济成长率成长0.5%。不过，说落来嘛是要看替代性消费，也是甲现金欠起来的比例。若是有观光加其他消费来配合，有机会达成更较大幅度的成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到立法院若被党团推动新版的财委法，说因为这算法有争议，致使这县市分配到的金额颠倒变少。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有出面来回应这件代志，讲这是在野党大主大意来推动造成的错误。原来行政院长杜英台也拍算讲，伫这个拜六要邀请各县市的首长做伙来讨论要安怎解决。新版的财委法争议持续地讨论，面对南北县市首长前一天做会向中央发声，总统赖清德11嘛做出回应。在野党所主导的财划法修法之所以铸成大错，一方面是因为蓝营的县市首长有地方包围中央的心态，完全不接受行政院的提醒，也拒绝了行政院所提出的复议案，才造成今天的结果。屠刀一直都不在民进党的手上。希望后天的会议能够开诚布公、诚心诚意来解决这个错误。解铃还须系铃人，大家敞开心胸，他也愿意来解，大家一起来解。行政院杜英台讲，财委法修法的错误也是爱找源头。行政院规划13礼拜六分组早起下晡2推出，邀请22县市首长讨论解封。除了政府院长杜英台、田立君、财政部、经济部主计总处这官员拢会参加。目前6都市长新北、桃园、台南拢已经回应会出席。国民党团坦白讲，财委法内底统筹分配税款的公式有缺失。马祖哪位单率性会提出国再修法的内容？16条之1有关于离岛方面的计算的分母计算错误，这是一个小的瑕疵，要修法。如果要再修，就是针对这个修。
其他都没有问题。朝野坐下检讨，跟行政机关、跟地方政府好好的来谈，来重新修财划法，这才是正办。财政部表示，会协同主计总处共同检讨财划法当中持续加水平分配这个问题，并且家庭政府协商安怎弥补，还是做调整。记者采访报道。面对着中国对咱台湾处处的统战，陆委会是宣布讲，对今仔日开始，公务人员若要去香港、澳门的，拢爱先通报登录。因为教育部嘛要求全国的大专院校唔通来宣传去中国接受单方面交替交流活动。另外，最近伫咧网络是有一个家己讲是台湾青年的网青，伊发布一个影片，将咱台湾的护照假掉，佮展现伊有摕到中国身份证。因为陆委会是表示讲，无收到伊的放弃国籍申请，甚至讲这个人其实是逃亡去到对方的诈骗通缉犯。我爱中国，我说减就减，我没有在客气的。那要求观众爱起赞，带伫对话，家己讲是台湾青年的直播主应志宏，找到伫中国社群平台加台湾护照，佮讲家己早就放弃台湾籍，毋是台湾人嘛无差。结果去陆委会讲，伊竟然是通缉犯的身份。有啊，大陆身份证拿到了，在这里啊。然后刚拿到的热腾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这位应志宏先生，他现在是因为涉及诈骗集团以及洗钱的案件啊。由台东地检署通缉当中，声称自己是热爱祖国啊，然后放弃台湾的身份，但是他其实并没有放弃。林文杰嘛，趁机会呼吁对方莫定定收容犯罪分子，不利两方正常交流。中共长期把台湾青年当作统战工具的重点对象。对方吉林大学今年搁再举办北国风情当年营，要招台湾学生囡仔去中国东北参访。教育部这阵仔就发文予全国大专院校，表示活动牵涉单方面落地交代，呼吁莫参加，也是转发宣传。陆委会阁讲，校际交流应该爱对等尊严的原则。是不是有明确的专业交流主题的内容，还是只是吃喝玩乐？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以至于说去参加会不会触碰到两岸条例的一个限制哈？基本上学生不会。那老师也是相关承办人员有可能触发，陆委会11嘛正式宣布，依照行政院协定颁布的修正案，公务人员去港澳除了行政通报，完成人事差勤的登录作业，连做有会见也是联络特定身份的人员，嘛拢爱主动通知。香港、澳门向来是很多情报活动或是国安人员的活动的大本营，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公务人员。都应该要有这样的警觉性。林文杰表示，为即马开始到明年7月进前，拢是宣导期。未来行政院人事总处会配合严定定序原则，若是有人无照规定，明年7月1日开始就会正式处分。记者采访报道。来看印尼的马里岛最近是连续咧落大雨、造大水，已经造成9个人死亡，也有民众失踪。当地有真侪咱台湾去遐佚佗的旅客，因为淹水煞赶袂到坐飞轮机离开。机车漏水，特别下袂叮当，可能来杀。印尼巴厘岛连续强降雨，造成大水，有面体壁都安尼被冲下去，水城断流，将物件甲大量粪扫冲走。国民无用清理，原来伫水内找找应用物件。Oh dari jam berapa nih? Kurang lebih ada 5 jaman banjir. Dari mulai hujan gerimis-gerimis sampai hujan lebat. Tak dapat tidur nih. Ini roboh ini semua, roboh semua, hancur deh. Sampah itu bisa dilihat itu di kali itu sampah luar biasa itu. Mungkin pengelolaan sampahnya sih lebih baik. Sama mungkin damnya itu mungkin lebih segera dibuka biar arus airnya itu bisa lebih lancar seperti itu. 未少所在积水未退，甚至地下道拢未通，影响连外道的交通。原本70要转来台湾旅客已经提早叫车，不过沿路因为淹水路况无好，到的时间一直延长。对面淹超严重对面比这边还严重的感觉。到机场时阵，班机已经起飞，之后搁要价一个机票。那个水的高度大概还有在轮胎，就是汽车的轮胎的高度。大部分的路段被封起来，导致原本只要1个小时的车程。就是至少翻了个5倍才到机场。可是这次好像淹水特别严重，我看还有人拿冲浪板在那个路上滑。我们在叫车是完全叫不到 Grab，
所以我完全没有车，因为车可能都会卡在路上或塞车。后来我们是打电话请朋友过来送我们的。有常常去的台湾旅客分享过去去巴厘岛多雨季，也常常安尼天气落雨。不过这摆还未正式雨季，煞造成大水，帕萨市区有真侪所在严重积水，推测可能多是大楼积水未覆盖处，各海水倒灌。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我来看日本最近爆发示威抗争，有部分台湾人伫咧当地是当着饭店互破坏，甚至有的人行李拢拍无去啊。好在大家即马拢平安，也无传出因为抗争行动来受害。嘛有人伫咧当地开旅行社的台湾人，甲这旅客来斗3工，解决因交通较大的问题。车来来去去，路的有一寡民众伫行，经过真侪天的动乱，尼泊尔渐渐平静落来，无过烧车暴动的情形。不过当地也是继续宵禁。देश र जनताको लागि कहिल्यै पनि पछि नपरिकन काम गर्ने मान्छेको हामीलाई आवश्यक छ。尼泊尔的社群禁令引起Z世代抗争，军工政令解除也捌无法度平静，诉求超过社群解放，主要是体制贪腐，都令去当地佚佗的台湾人都捌亲身拄到突发状况。队团坐伫车顶，雄雄有当地少年人规定上车查看，每一个情绪激动，也互在场的台湾人难免紧张，烦恼家己有危险，好佳在无妨挑战，也有人去当地爬山，大面的饭店煞变这款。我住的饭店已经烂掉了。真侪大门破真大坑，饭店建筑受损，现场有封锁线，寄藏的部分行李拍无去。台湾人雄雄唔知要安怎，请朋友到大门救援，才联络到伫当地开旅行社的台湾人，顺利得到协助。协助他们开一些证明，然后也是有到那个观光旅游警察局那边去报案。基本上从慢慢的复原当中，然后到比较平缓了，在抗议的事件基本上就是应该是说已经没有了。观光署统计，去尼泊尔的国人即阵有增加的趋势。即届伫发生示威了后，当地旅行业者陆续伫大速甲交通协助20至30个台湾人，目前人拢平安。记者采访报道。美国一个真出名保守派的网红，叫做 Charlie Kirk， 除了公开咧支持共和党甲川普阵营，嘛有支持人民有请，甚至佫捌讲吼，若有人互弹死，伊也要来保障大家有请的权利。即马即个 Charlie Kirk 煞是去互人开枪弹死啊！川普下令白宫着爱降半旗4天来哀悼，嘛赶紧来对查凶手。那民主党的前总统拜登甲奥巴马是拢来谴责这件暴力事件，而且这也搁再引起管制枪的争议。另外一方面也提升到买枪的数量，带动生产武器的公司这股价是拢大起。外界嘛咧反对讲，说落来这自由派甲保守派对立会搁较严重。现场目击者所翕的画面，会当看到本来广场规拢是学生甲民众，伫听到枪声了，大家赶紧走。号称写着的是31岁政论家网络的评论员查理·寇克。伊迄天接受学生团体邀请去学校演讲，无想讲有人对伊开枪，造成伊不幸死亡。寇克是态度正明显的保守派，除了支持宪法第2修正案有情的权利，也几多遍伫大选时阵公开为川普阵营，也有其他共和党的候选人徛台。除了共和党过半数的众议院伫全议会议默哀，川普也下令白宫降半旗。And we take comfort in the knowledge that he is now at peace with God in heaven. Our prayers are with his wife, Erica, the 2 young, beloved children, and his entire family, who he loved more than anything in the world. We ask God to watch over them in this terrible hour of heartache and pain. This is a dark moment for America. 外电报道，枪手是伫大约200码，也就是182公尺外开枪，只个若射一枪就射到顾客的颔棍啊。代志发生了，调监视器发现，虽然有翕到嫌犯，不过画质正无清楚，看无伊的面。Shortly after the shooting, we did have a suspect in custody, George Zinn, but he was released from custody after we identified that he did not match the shooting suspect and was not an accurate person of interest. However, he has been booked into the county jail by Utah Valley University Police Department for obstruction of justice.
这么除了当地警方加联邦调查局等单位继续伫咧抓人，也呼吁民众提供线索。案发地点的犹他州的山谷大厦宣布，包括线上加实体上课，抑个行政的相关会议全部拢暂时取消，一直到有进一步的通知。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法国新的总理列克洛上任的头一天，随着面临着全国25万人的反政府示威，这个抗议行动若去影响到交通，阻碍政府机关的运作，还佫爆发严重的警民冲突，至今就有300人去互逮捕。而且即马是有民调显示讲，超过60%的选民是支持国会解散、重新再选。透过网络社群媒体串联的超强性反马克宏运动大风扫，七十就像野火共款，曾经伫全国各大城市以400多种无同的形式伫街路扩散。巴黎、马赛、波尔多、蒙彼利埃几个大城市的游行队伍人数拢达到几啊千人。抗议民众以封锁交通、基础建设、和政府机关无法度运作的方式表达不满。当局动员8万警力全力戒备，替公路交通的中心欧洲之星停靠的巴黎北站有瓦千名亡命的示威者，甲警方爆发激烈的肢体冲突。Je suis arrivée à 6h du matin et j'attends que le gouvernement tombe et que Macron dégage. 这一日拄好是新旧总理勒克努甲佩胡伫总理府进行职务交接的日子，就任的头一日就出现25万人规模的全国性反政府示威。勒克努伫随时表示，会以创新的方式处理艰难的政治局势。国民议会有上侪色素的单一政党极右派国民联盟并无认同。其新总理人选充分显示，马克宏只会伫同婚站内底固守，有言这又阁会是一个地名内阁。Le nouveau Premier ministre, par ses responsabilités passées, a applaudi à l'ensemble de la politique d'Emmanuel Macron depuis 8 ans. Donc, nous sommes sans illusion sur ce bail précaire. 法国去年的财政赤字占 GDP 的5.8%，是欧元区上悬，借贷成本一路升悬。10年期公债息利率挖近意大利是过去毋出现过的情况。国民议会内的3种主要政治势力对于这部规矩要安怎解决，拢有家己的坚持，而且拢无变样。上新民调显示，61%派选民赞成解散国会，重新改选。那一旦改选，国民联盟以33%的支持率稳稳坐第一。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罗西亚大规模空袭乌克兰，而且佫有无人机入侵到隔壁波兰，随后波兰甲北约组织联手甲拍落来，也引起欧洲的紧张。波兰即摆嘛要来召开成员国之间的紧急会议，看要来安怎来应对。因为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嘛表示讲，这罗西亚稳当是调降要去攻击波兰，目的就是要来试探北约组织的底线。我近乌克兰甲白罗西亚的波兰东部边境村庄，注定破一大坑。车到暗时到70透早，陆军出动415台无人机加40粒飞弹攻击乌克兰各地，其中19台无人机分配飞过边境进入波兰领空。当局要关包括华沙消防机场在内的4个机场。当时波兰军方伫北约空防部队的支援，加4台无人机拍落来。这是陆俄战争后头一届有北约成员国直接开枪。虽然罗西亚国防部解说无意思攻击波兰，陆国盟友白罗西亚嘛出来斗讲这是信号干扰出现的无人机未航。不过华沙当局无相信，北约甲欧盟是批评讲这根本就是侵略行为。która stawia nas wszystkich bliżej otwartego konfliktu, bliżej niż kiedykolwiek po II wojnie światowej. And just today we have seen a reckless and unprecedented violation of Poland and Europe's airspace by more than 10 Russian Shahid drones. Europe stands in full solidarity with Poland. 战争一直要促成陆俄谈判的美国总统川普，伊的大部分内容无表态，嘛无谴责。伊嘛甲初三才拄访问白宫的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通电话，表达关心。这场大规模的挑战惊动欧洲，波兰嘛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引用北约的宪章第4条，建设启动成员中间的紧急磋商。Stop violating Allied airspace and know that we stand ready.
that we are vigilant and that we will defend every inch of NATO territory. 北约第4条是为了共同防御的启动，确定一个规则，透过成员国中间的协商，会当评估威胁，决定集体安全的一步行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 X 顶悬警告，波兰是故意互人锁定的，一点嘛都无暗砍着伊俄罗斯啊，当地做的就是试探北约的底线。Тільки спільні європейські сили можуть дати захист. Ми готові. 德国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的专家表示，北约启动第5条的可能性真低。不过，早伫几礼拜前就开始的无人机越界行动，会当讲是俄国的挑战。即摆关键就是美国的反应，尤其美国伫对罗西亚的刺激制裁，也是有扩展到欧洲甚至更较宽的空间。不过，若是美国拢无好好支持盟友，安尼嘛会伤害川普政府的可信度。公司新闻安如梅编译。来看苹果公司有发表上新的 iPhone 17系列手机啊，包括电池、翕相的功能，拢总有提升。其中一个公司历来上界保，干那5.6毫米的 iPhone Air 手机啊，这也是引起各界的讨论。另外一项就是新一代无线耳机，也引起大家讨论。这个耳机会当即时来翻译，若是出国就免惊语言讲袂通。At 5.6 millimeters, it's the thinnest iPhone we've ever made. iPhone 7展出真侪款新机啊，其中上引人注意的就是这款史上上薄的 iPhone 手机啊，高度敢若5.6米，比竞争对手三星5月推出的新机搁较薄0.2米，当中嘛敢若165公克，而且配续航力会当到24点钟的电池，会当伫咧电量不够的时阵提前预测，而且自动节能。这是 iPhone 最近8年来第一摆伫咧世界上出现重大变化，互外界真心息。And the single camera could be a concern for some people, but it's really two cameras in one. So they managed to squeeze, two capable cameras and the battery life and the A19 Pro inside that device, and a bigger screen than the than the iPhone 17. So you put that package together, and I think it's a pretty compelling design. 要将已经5万正久的 iPhone 17系列嘛做伙展出，除了会当使用大语言模型，运算力明显提升。上高阶的 iPhone 17 Pro 和 Pro Max， 讲是配史上上强的翕相机系统，影像解析度和镜头变焦能力更较好，佫会当自动拓宽处境。发表会另外一个焦点是新一代有即时翻译功能的 AirPods 无线耳机，亲像去国外旅游世界，只要用双手去吸耳机，就会当和语言袂通的外国人轻松讲话。Hola, bienvenida. Hi. Hoy todos los claveles. Hello, welcome. Today, all the red carnations are 50% off. And it doesn't just translate individual words. The meaning of each phrase is translated for you. When you need to talk, just speak naturally. I'd love to take some of these to my sister for her birthday. I'll buy 8, please. 过程中，手机会用对方的语言来显示你对我讲的话，用语音翻译嘛无问题。苹果这摆推出的新品是以 iPhone Air 得到上侪好评价，有分析认为有可能带动市场的升级潮，进一步伫年底元旦节买物件的大月提升苹果的业绩。台湾市场12开始会当预定，19开始出货。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因为受到放假影响，伫咧日本是有真侪囡仔介意饲虫拖来做宠物，所以伫咧市面上嘛有真侪饲虫拖的产品，也佫有举办相关的活动。专家也希望讲，这囡仔自细汉就来接触虫拖，会当来了解地球的生态。囡仔经过玻璃，真认真观察这世界上大只的独角仙长边大豆虫的模样，受到放假虫鼠的影响。像日本的囡仔想要饲宠物，已经毋是猫仔，也是狗仔，而是这昆虫。专家讲，不管是代表，也是现代作品，昆虫一直伫日本文化中有真重要地位。亚日本的晴空塔举办大昆虫展，所以讲真侪爸母带囡仔来看这昆虫，望这昆虫。後ろにムキムキがついてる。何がついてる？なんか後ろにふわふわがついてる。ふわふわがついてる。このクワがツルツルしてて、なんか持ちやすくない。新品。こいつは買います。うわ、びっくりした。でもこいつが離せません。剥がそうとすると痛い。参加展览的工作人员讲，日本人爱黑金菇，闪闪细细的光，也是细细啊叫的声音。也有长背大条虫，是因为外表真霸气，气力阁大，伊的背甲也说是环境变化改变色地，这特点互长背大条虫真受到日本人的喜爱。虽然长背大条虫的外表像铁甲相款，不过伊的性格是真温和，而且饲起来也无贵。
饲的所在只需要含有湿润烂土的，用爬来爬去的箱仔就用的。囡仔遮除了有专门为昆虫设计的粉油食品，也有卖真罕的昆虫，一只爱2万块入票，大约是4000块台票。これから昆虫がどんどん世の中少なくなってきたって言われてるんで、昆虫がなかったら食料問題とかそういうのも影響してくるんでですね。今小さいうちから昆虫嫌いにならないようにして触ってもらって楽しんでます。大昆虫店的工作人员讲，研究昆虫上大的趣味就是发现新的物种。伊讲，就已经发现超过250种新的昆虫啊，现这数目无算少。不过世界上昆虫种类大约120万种，比保龄动物加真多。所以讲要更加多昆虫等待互人类来发现。公视新闻新闻配编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林雅俊，祝您平安顺心。咱明仔再讲一个时间，再会。